忍耐一下。再来这一首《无木大学》。西条巷仔对我来，一间大学风人知，日本同学不免歹势，想要读册赶紧日来坐，探访相识对我来，一间大学人人爱，老师清楚又够美丽。天文地理拢无问题，搁分出家来考试。你讲，我敢有水甲亲像红玫瑰？老师，水甜甜，老师，笑眯眯。哎呦，我虽然真菜情，上芳伊个哟。谢谢你们，心情小风对我来，一间大学充满爱，老师予你变少年家，我在月予你试白，英文出题爱考试，你讲。思念你的轻毛笔，敢是 love？ 老师，水甜甜，老师，笑眯眯。哎呦，我虽然煮菜情，上芳伊个哟。这个你们会吗？爱是在路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再一次好，来啊！老师，心无罪。老师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我虽然煮菜情，上芳伊个哟。我就说今天来到了信义区，见到大家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来参加五木大学的签唱会最终场台北场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呢待会多喝水，然后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不要中暑了。那也希望今天不要下雨，好不好？对。大家赶快来烧一下乌龟好了，来祈求一下。谢谢乌木大学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自己写，也是在乌木大学里头的歌曲，叫做《心中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开始落雪，一蕊雪，一枝花，无人来解救，无人通指挥，已经失去控制，失去了控制，无名的爱，是咱心中的世间，人人愈愈爱。阮的风冰难舍的感情，慢慢地摆回，人人愈愈爱。在个世间飞啊飞，这人世里，世间有伤人的花，
人人愈愈爱，你的情路细啊细，请你细你，情里有上难的话，总是把两人的幸福，永远当两人的情路，望着你。 世间讲两人的结束，爱有分无体，咱的爱免解说。 无情的轮回，无望的机会，已经失去控制，失去了控制。谢谢，心中。耶！谢谢 Brian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再一次欢迎许富凯。 谢谢。来，先补充水分，先补充水分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一次来，台北不能对不对？输人不输阵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把声音给他喊出来。第一次在台北举办签唱会，让我们听到大家的声音。再一次欢迎许富凯。谢谢现场的朋友。来，我们往前面走一点，往前面走一点。欢迎富凯。谢谢。富凯，今天在我们的这个6月的天气当中，是。 哇！现场听到武木大学里头的歌曲，先是同名的单曲，又是心中，对，感觉这个震撼度真的是有被设伏到。我觉得下一次我会跟我的唱片公司讲，我们尽量不要在6月份办签唱会好了。不行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帮你好好的祝福一下啦，因为最近你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恭喜了哈。但是还是先让富凯跟我们所有的媒体前面的、右边的、后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好好的来打个招呼。哦，特别讲一下，因为呢，现场的媒体大哥大姐，有的甚至是比我还年纪还小，他们呢非常的疼爱我，然后像今天星期天，他们还顶着大太阳来我的那个签唱会现场，所以呢，首先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的媒体大哥大姐，谢谢，也谢谢啊，谢谢大家今天下午特别的光临。同时哦，我刚刚也特别注意到了很多的这个同学们，好，在我们武木大学，不只是从先修班开始，是，好，到后面现在觉得已经变成了哈，不但是特修班，然后进阶班，是，继续不断的哈，从这个大朋友、小朋友，通通都有，应该有蛮多也是熟面孔的，很熟啊，大家都还穿制服来，是啊，穿制服来这边现场，今天就是为你给你加油打气。他们昨天已经讲说，可不可以我们穿制服拍一张？所以今天就马上也都已经先想好了，到时候一定会就对了。一定要啊，一定要好好拍一下。对，我在这边也要跟所有的歌迷还有同学们来，我想问问看大家了哈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次富凯的这张新专辑《武木大学》是第35届的金曲奖？大家知道入围了几项大奖吗？4项大奖啊！武木大学是3项，武木大学对个人奖项，那个也算是好了，我擦边球，对，一个单曲奖，对，一个一个啊，都是值得鼓励。最佳单曲制作人奖，最佳台语最佳台语歌手奖，谢谢。最佳台语专辑奖是年度专辑奖，不得了哎！哇塞！所以自从我们看到了入围名单出现，包括了前一阵子出现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面黑豆流行音乐奖，对，也特别说到，搞得我现在每一次听到许富凯，我都想要知道一下今天红内裤的事情。是啊，今天也是，怎么可以省掉呢？今天也有吗？我知道所有媒体都喜欢拍这一种。对，我要帮忙，我这一只手可以来一下吗？哎呦！还真的来真的耶，声音在哪里？哇，这个是要继续穿。不是，你知道我有多迷信？我连去日本旅游，我都说红内裤多带几件好了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日本有多热，对，可能一天就要洗2次。哦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真的，那你一共带了多少条去？我这大8条吧。对，那就够换嘛哈，有够换就对了。当然，不够换我们就自己晚上洗一洗，洗一洗干净起来。而且这个是冰湿的。对这个是透气的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经纪人买的啦，因为他自己有先穿过，他觉得不错，推荐给用好了到修过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没有，这迷信是应该为了自己要祈求一下好彩头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前一阵子我知道是去了
了京都，我去京都。那比如说你去有没有去像是，因为京都很多神社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些神社我都不去了，我都到了大阪的神社去。大阪神社，像我这一次就去一个地方，很推荐大家去，叫圣尾寺。这个地方就是不倒翁，达摩不倒翁的一个神社，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不倒翁在现场。对，那我就去那边祈福，也给自己祈求一个好彩头。是，大家都会想要知道，这是4个不同的奖项的入围。心里头有没有觉得最想要期待囊括哪一项？我真的说真的，我很随性。对，因为自从上一次拿了那个10歌的金曲奖之后。这一次我本人真的是用一种很平常心的状态去看待金曲奖。是，那我觉得得任何一个奖项，我觉得只要有得，其实都对我们整个团队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对，所以任何奖项我都可以。哦，对，但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肯定的不只是个人，还包括了所有的团队。是我的团队的工作人员。对，所以大家也真的是，我们到时候一起在6月29号，我们大家共同见证富凯。再一次镀金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决定哦，哈，大家一定要一起加油哦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看，距离金曲奖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，公司当然也知道说，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都穿红内裤也辛苦了。但是既然你这么迷信，要红就给他红到底。我们今天也准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给他红下去。来看看今天准备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什么是红圆吗？红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安菇贵，可是我们没有，不能哭，不哭，我们要圆圆满满哦，真的没有因为要这个是来，我们先拍照，好，先拍照，待会儿也会让富凯有我们单拍的时间哦，来。好，先请这个位置 OK 吗？大哥大姐们，这个位置 OK 哈。好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哦。大家看到常常这个红色都是跟吉利有关嘛。哈，富凯不要忘记了，左边右边啊，前面后面帮我们照顾一下。其实红圆呢，象征的不只是要红，而且要圆圆满满，能够把奖项给带回去，或者吃到肚子里也可以哈。这个红圆，待会可以分给我们媒体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因为打开来还是红豆。给它外面红，里面也给它红下去。请问我们红圆的合拍够了吗？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让富凯单拍一张，好不好？来，富凯，我们来单拍一张。好，来这边，等一下我们分给我们媒体朋友们哈，一起把喜气分给大家。富凯的这个位置 OK 吗？要前一步还是后一步吗？都 OK 哈，好 ，OK， 来，在这个位置，请富凯帮我们看看左边还有右边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哈，来自于武部大学这一张，再一次以专辑的部分呢入围了3项金曲奖的肯定，也希望成为准歌王哈的富凯，在6月29号能够成功的拿下讲座。请问我们拍摄的位置这边这样 OK 了吗？还需要补画面吗？需要补画面的朋友们，挥个手让我看一下。好，手高高。富凯啊，宏源我们的好运要直接发送给大家。富凯，来，我们现在到这个楼梯旁边，工作人员说哈，要一一的发给我们媒体朋友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讨个吉利。我怎么很像那个结婚人家要谢礼的感觉？工作人员要帮忙拿一下，拿一个，讨个好彩头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把这一份，大哥，我觉得你要2颗。哇塞，大哥要2颗，谢谢。对，大家看他圆圆太瘦了，你也要2颗哦，2颗。好，还有来，后面的那个后面摄影机大哥也要，好不好？摄影机大哥也要啊。好，我就放在你们椅子上面哈。对啦，你看我们今天连椅子选的也都是红色的，就是要谢谢。富凯不愧是我们武部大学精算师哈，算一下我们大家都要够，每一个人都要有位置哈。来，你帮我传过去，传一下。工作人员我们帮个手好不好？来。富凯这个位置可以吗？要不要过来一点？好，来这边换一下。啊，来。好，媒体大哥大姐们，这位蓝色衣服的好像还没有，蓝色拿了吗？来，没有吗？有吗？在左边黑色这边，在左边黑色的大哥，头发好久不见，超帅的，来，还有谁还没有？吃一个好不好？补充一下热量。好像都有了，是不是？都有了吗？要转过来。
赶快离开。哦，哇，近距离拍摄，近距离拍摄，好，谢谢。刚好我们康派，一首歌曲播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是，来，富凯来到舞台上，我们先把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。富凯，免不了还是要问一下了哈。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唱会办在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之前，是你有没有稍微做一下心愿，说如果说顺利的镀金之后，有没有什么心愿？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？我刚刚已经跟那个平面媒体讲了，我说如果不管有没有得奖了，我还一定要请他们吃饭，因为他们对我非常有照顾。对，那如果说真的得奖了，你说心愿吗？哇，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。我想说，歌迷朋友们会不会有什么想要给富凯一些想法？要不要？骑虎难下，有没有？不能只是不能偏心家乡啦，台北也要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大家想要什么样的心愿？你看，心愿是歌迷朋友们同学们在许的，有机会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收到校长收到。没有啦，我期望每一年我都可以开一场演唱会啦，这个是我觉得最棒的事情。因为我的粉丝说真的很多呢，真的他们远从别的地方来，也真的是不方便。是。那我觉得一年开一次演唱会，我都说我想要设定在母亲节或是父亲节这个档期。很多朋友想说啊，每一年我都要带妈妈、爸爸去吃东西，吃到腻不知道吃什么。干脆就来开演唱会来听我唱歌，用耳朵听饱饱。对，一家人一起来听我唱歌，我觉得那感觉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也期许每一年我都可以在父亲节、母亲节跟大家见面，用母亲节用演唱会的方式啦。所以意思8月有机会啦。伤紧啦！我想说你自己在那边 Q 父亲节，我想说啦，大家听一次哈。但总之呢，总是有把所有歌迷朋友们的想法哈，你们的心愿，富凯都有听到心里头。但我知道下半年哈，其实富凯工作也是很忙的。下半年好多事情要做，很多事情要忙的，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用任何不同的形态方式，富凯只要有推出作品，我们大家也都给他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麻烦一下大家了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舞台上，待会要麻烦我们这个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要进行我们的电子媒体的联访时间。好，待会呢。晚一些，歌迷朋友们请注意哦，我们待会还会有更多的表演哈。富凯，我们要这个接受媒体的联访之前，先来稍微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稍微吸个汗。谢谢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在舞台上面准备进行联访。好，我在这边先麻烦我们所有电子媒体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可以来到舞台上。我们在舞台上面呢，好热哦。No love hotel。精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找一个所在，你起来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梦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讲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做。不免对大海浮沉，汽车就有别人替我掠。若是爱，就是世界不幸，流目屎比做工课较忝。
因为就算有合意，这嘛不是爱情。无论伫内底也外面，拢是同款的代志。不是头一摆入来，不是逐摆在精彩，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找一个所在，你起来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梦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讲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讲。No love hotel， 予咱做伙做。大家走哪过？明明知影，不敢想，这间小单是偌济，嘛不敢想，伊的眼神爱有偌济。精彩，已经无别种习惯，找一个所在，你起来。No love hotel， 谢谢。谢谢大家，现场朋友们再一次欢迎许富凯。谢谢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。不好意思，开玩笑，来富凯，我们往前面一小步，问一下富凯，你看刚刚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，在他们今天结束拍摄之后，还是为我们所有歌迷朋友们暖心准备了这多一首的 No Love Hotel。现在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要对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特别想要分享的？分享，对我来讲，很多事情对是一种缘分。那我觉得他们变成我的歌迷，也是因为我的声音的关系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的状况，这样子。那对我来说，我很谢谢有这些歌迷的存在。我觉得我的声音会变得更有价值。对，那我会一直唱下去，希望就是你们呢继续听，然后不管是心情快乐、开心，或是遇到任何事情，希望我的歌声都可以陪伴大家一直到永远。或者是这太棒了，来掌声鼓励！谢谢。而且这一张武木大学跟着专辑里头一首一首不同的歌曲，也是看尽了各种社会当中的不一样的面向，也是这张专辑呈现出来的一个故事的主轴。可是同时呢，不只是富凯有话想要对大家说，我知道我们所有武木大学的同学们，来，所有的教授都会被受到，你知道吗？学生会打平梁这样子。今天轮到你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歌迷朋友们今天有为我们写下签到簿的部分，你自己来翻啦，我还没打开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麦克风我看一下。那个对，富凯教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或想要说的话？来，大家都说希望就是金曲奖的能够得奖，那同一天跟我生日，哎呦，这个叫做齐平吗？同一天6月不是蓝屏吗？蓝屏。同一天生日的人是谁？在左边，嗨，你叫什么平啊？请问一下。丽萍你好。丽萍哦，两位，直接在这边认起来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们。还有来再看一下。金曲奖的。上次来桃园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去看你，超开心，还可以拍照等等，希望可以给你拍到照。好，你谢谢。
等下把手机准备好哈，上来以前帮我们把镜头先打开。好，来，还有，你的同学们的字都好漂亮呢。啊，是，对啊，有备而来。好，每次都听你的歌声，已经过了生活，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好，喜欢你。本人是从小巨蛋的时候就看你演唱，被你圈粉，期待你北部也可以开演唱会哦。谢谢白猪，谢谢，应该是白猪吧，对不对？没有看错嘛，哈，白猪哦，谢谢白猪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白猪你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其实很多都是熟面孔啦，不过因为这一本也可以知道大家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有了这个哦，台北大巨蛋可以。哎呦这个一步接一步啊，有小就有大，有小就有大。OK， 最后一个好不好？最后一个来，最后一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就现场的梅亚越来越多，哈哈。师大吗？哎呦，今天梅亚已经很多了啦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根据现场这么多梅亚，梅亚，对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最后一个，OK， 好，来，最后一个。最亲民的傅凯，从国小一路到出社会多年，感谢你一路上在音乐圈的努力，祝你6月29号拿到金曲奖。小伟，谢谢小伟，来，还有很多的，我拿回家好，对，回去拿回去，好好的，对，好给他这个摆在，来，下雨了，买完，好，赶快大合照，先大合照，来，那个傅凯来先站在这边，快点，工作人员赶快上，快点，大家我们要大合照先，那个雨伞先等一下。雨伞可以再等一下吗？再等一下，我们先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我的包包来，往前一步，跟歌迷朋友们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来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公司在旁边，衣服湿了，赶快去买衣服，赶快来穿。哇塞，要开潮牌的关系是不是？因为下雨，我怕有人感冒，然后谢谢你们陪我到最后，谢谢你们。下一次，希望不要在雨天的时候再碰面，谢谢你们。傅凯刚刚说有没有可能下雨，结果就真的下雨。那你刚最后说6月29号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有大家一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好，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参加，请各位都小心回家，好不好？小心回家喽。好，用路人朋友们，请大家多加小心，也谢谢傅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